嘅早餐，今日一齊嚟玩啦！快速思考，快速動作，照亮閃電之路。跳起，轉身，伸展你嘅思維，俾火花燃起。大腦同身體一齊強力運作，閃閃發光。主角閃電之路開始，喺地面上發光，一步一步照亮道路，打開大門。圓形、三角形、正方形喺空中出現，跑起嚟，閃鬆咁將形狀連接起來。副歌閃耀啦，閃耀啦，閃電嘅流動，跟住我哋行，連接形狀俾佢哋出現。彩虹火花開始成長，閃耀啦，閃耀啦，閃電嘅流動。主角數字喺地面閃耀，快啲思考，四圍跳動。將佢哋加埋一齊，喐動雙腳，學識跟住節奏跳舞。藍色跳動，紅色同藍色喺正確時間觸控目標。捉住呢一刻唔好慢，展示你聰明嘅反應。副歌閃耀啦，閃耀啦，閃電嘅流動，跟住我哋行，連接形狀俾佢哋出現。彩虹火花開始成長，閃耀啦，閃耀啦，閃電嘅流動。主角符號閃一閃就消失，快啲記住唔好拖延，星星、樹葉同明亮嘅閃電，揀出正確嗰個，最後衝刺喺賽道上，形狀同數字再次出現，節奏並肩增長，大腦力量閃耀發光。閃耀啦，閃耀啦，閃電嘅流動，道路閃閃發光，大腦同身體一齊努力，一齊學習，今日跳躍，思考同玩耍，俾你明亮嘅思維成長。